台湾手语是咱国家语言之一啦，为着要让更较侪民众做伙来学手语，新竹市特别举办手语基础体验活动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建立甲听众朋友无沟通障碍环境。很简单，一个石头就可以变成什么动物呢？我看大家有没有跟我想的一样？大家会变成什么？好，来，请大声的告诉我，你手上这个是什么动物？蝸牛，还有呢？兔子。手语老师教大家用手比出简单的动物，大凯的囡仔欢喜对咧学。根据卫福部统计资料，台湾到2019年底，总共有12万个听力障碍者，其中有2万人到3万人使用手语。手语对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方式。手语在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，也是国家语言的一种，所以有家长专工带囡仔来学手语体验课程。就是我们本身是讲客语的，然后他其实客语还不错，就是还可以，应该说还可以。对，然后想说他在低年级的时候，让他先试试看手语这样。想要就是学一些用手语，更多台湾手语的运用。然后不同的沟通方式，主要想要跟小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认识手语这个语言，它是一个正式的语言，不是像大家讲的，就是我随便比一比，然后就可以看得懂，并不是，然后也不是聋人专属的语言，可能是聋人的母语，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。当年曾经推广手语，本身也是听障者的陈志英老师。除了早家己设计手语绘本，甲大家分享以外，对目前台湾手语教育环境提出伊的看法甲建议。我觉得还有待加强，需要更多的推广。因为发现全台各地的县市政府需要再多宣传很多台语、客语的东西，可是针对手语的部分就比较少推广的活动。手语老师希望在台湾文化的社会中，所有的语言都会当平等，拢需要互相尊重甲学习，共同建立一个友善无障碍的沟通环境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